歡迎嚟到我哋藝高頻道。你想唔想知道雙軌制成功嘅關鍵秘密？乜嘢係雙軌制嘅正確經營方法？係咪一邊交俾上線負責就得？上線就係要負責其中一條線，呢句說話你一定聽過好多次。但今日我要話你知，如果淨係交一邊俾上線，另一邊自己唔做，你嘅事業就好似單腳行路，注定會跌親。點解？因為你嘅上線唔係超人，佢哋手上已經有太多人要幫，點可能專心同你孭起成條線？試下而家對你嘅夥伴講，你淨係要做一邊，另一邊我嚟孭，你敢唔敢？如果連你都不敢承諾，憑咩期待上線為你做到？雙軌制嘅核心從來唔係投機取巧，而係要真真正正咁腳踏實地。想像你嘅組織一邊做大咗，但另一邊空蕩蕩，上線都冇時間幫你填補。呢個時候，你嘅獎金仲可以穩陣到手咩？答案好殘酷，係唔得嘅。唯有兩條線都紮實做深做大，你嘅根基先會穩如泰山。更危險嘅係，只顧一邊，另一邊嘅夥伴根本唔認識你。當你要升級時，對住陌生人嗌，請大家幫我，咁問一下，佢哋點解要幫？雙軌制唔係負擔，而係培養信任嘅過程。當你親身參與兩邊嘅團隊，同每個人並肩作戰，佢哋會記得你嘅付出，你嘅真誠，呢啲先係未來支持你嘅關鍵力量。認真經營雙軌嘅兩大優勢：第一，能力3倍成長。細邊嘅人少，你可以專注打磨基本功；大邊人多，你學會帶團隊解決問題。每一次行動，每一場會議，都係累積你嘅領袖肌肉。第二，建立革命情感。艾多美係共贏嘅事業，當你主動支援夥伴，參與兩邊嘅成長，佢哋自然會喺你需要時全力相挺。呢個唔係利益交換，而係真心換真心嘅團隊戰。你知唔知？所有進入皇家領袖俱樂部嘅頂尖夥伴，冇一個係靠單線成功。佢哋嘅故事證明，雙軌制唔係選擇，而係必須。與其羨慕人哋嘅成果，不如而家開始，左手穩住根基，右手開拓新道，兩條線並行，先可以創造雙倍動能。唔好再相信輕鬆交俾上線嘅幻覺，真正嘅安全感嚟自親手打造嘅事業版圖。由今日起，做兩條線嘅建築師，而唔係等待救援嘅旁觀者。因為喺艾多美，成功永遠屬於肯彎低腰，為兩邊夥伴鋪路嘅人。你準備好成為下一個雙軌制贏家未？